豆学台语，甲脚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5集，286条。我脚底kiat-lan，就是我脚后跟长繭啊。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2读做颠，颠倒的颠；第2颠；第3字甜；第4字定。287条。囡仔6个月就会晓学爬，小孩子6个月就会学爬行。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1字这字读做爬，爬山的爬；第2爬；第3字爬上的爬，爬上的爬也是爬冷船，爬冷船的爬。第4字这读做爬，了爬仔的爬。288条。伊当咧复健，所以逐工攏爱爬楼梯。咱第4字要选，第1字这字读做爬，爬柑仔的爬；第2爬山的爬；第3字爬阿爬的爬；第4字爬。289条。做业务的就是规工跑不停，当业务的就是整天跑不停。下面4字要选，咱第1这字读做抛，抛头露面的抛；第2读做炮；第3字读做炮；第4字读做pháu。290条。这药抹落去，真紧就会thè-hông啊！这药擦下去，很快就会消炎消肿了。下面有4字要选咱第1字读做替，代替的替；第2退步的退；第3字提议的提提；第4字叫做梯好，感谢各位收听，谢谢。